来看民众党昨暗全国开讲哦，小天因为金华城案洪基亚进见的党主席郭文德牵手单飞机落尾一个重大演讲，伊后天表示讲郭文德完全无了解金华城案，伊若是前副市长裴正生等的。另外，伫遐中昼哦，郭文德律师团是发出声明，表示讲郭文德无要提出控告，请检察官伫2个月期内调查完成，郭文德卖配合调查。 台湾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深深的感受到台湾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司法的程序缺乏了正义。民众党伫头一场全国宣讲，佮释出一段郭文德初五去北检进前有落予支持者的话，主办单位发出有我2万的支持者声援洪基亚的郭文德。郭文德的小妹郭美兰甲家后陈培琪最后登场，陈培琪后庭的强调。 金华城案，郭文德唔知影情形，而且市长的家长是由专案经纪人，也都是前副市长裴金生替伊提。金华城的最后的决定是他指派的专案经纪人同意的，那帮他盖的市长的假章，结果我的先生被铐手铐送到那个土城看守所，请问他犯了什么图利罪？我不评。 我一定要帮他一起讨回这个公道。好像把柯文哲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请陈佩琪不要忘记了，你老公是当了2届台北市长的人，他盖过的章必须要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民进党北市议员批评陈培琪的讲法，避重就轻，转移焦点。郭文德收押进入第5日，离控告申请12个期限进伫倒打算。各界关注律师团敢是会提出控告。 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调查人吴国昌说讲话有保留。要不要提抗告这件事情，律师可以给建议，但无论如何，这个是当事人他自己的决定。我即使知道，我也不能说。我相信在适当的时候，他会透过适当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吴国昌指出。 过去确实甲郭文德表明，不管党务，也过今麦党面临挑战，家己无可能结外挂。佮一摆表示，党中央无讨论被选出代理党主席，相信目前应变小组会当应付各种状况。记者综合报道。